係咁啊，我係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嘅陳志強博士啦。咁啊，大家即係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見面。嚟啦，各位同學請坐啦，嚇冇乜所謂嘅，冇座位表㗎嚇，揾到座位就請坐啦嚇。咁啊，多謝各位啊。咁啊，入嚟嘅時候咧，應該大家都攞到呢一個雙學位課程嘅一啲課程嘅單張啦。咁各位同學係讀緊中幾㗎？中四、中五定中六啊？中四啊，有冇中五嘅同學仔啊？都有。中六咧？中六嘅就冇。咁啊，都多謝各位。咁啊，我諗咧，第一即係我有兩樣好重要嘅信息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其他嘅嘢咧可以再慢慢傾。第一樣嘢咧就係香港咧，其實係有一個叫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咁咧，我哋咧就簡稱做 UGC。咁其實喺屬下裏邊咧，就有8大嘅大專院校咧，都係獲得呢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咧所資助嘅。咁啊，當然我哋8大嘅大專院校裏邊，歷史最悠久嚇，百年老校，超過100年歷史嘅有香港大學啦，跟住有我母校嚇，我嘅大學畢業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啦。1994年開始咧，就有第3間大學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啦，以至到咧再由前身嘅college 書院啊晉身成為大學嘅城市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以至到我哋。咁其實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每一年撥款去資助呢8大嘅大專院校咧，每一間嘅大專院校都各有特色嘅。咁所以咧，將來大家咧去選學校嘅時候咧，大家咧即係不妨咧係多啲去認識自己嘅能力同興趣，基於自己嘅能力同興趣咧，去揀一個合適自己嘅大學課程。咁咧呢一個咧先至係最重要。咁啊，千萬咧就唔好即係先入為主，就覺得某一間大學歷史悠久一定係最好，又或者係我中學嘅老師係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咁譬如我咁咧就我一定要跟呢一個老師咧就揀呢間大學。咁咧就係未必係一個好嘅選擇。咁反而咧，即係一間大學入讀咗，讀完一個課程之後咧，係好影響大家將來升學啦，即係再升學讀碩士、博士都得㗎。唔好低估咗自己咁亦都好影響大家將來就業啦。咁所以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反而係認識自己嘅強項、興趣、能力，然後喺即係能力範圍、興趣範圍底下咧，去揀一個合適自己嘅大學同埋學科。呢一個咧係我希望咧係第一個信念咧，係話俾大家聽。唔會話某一間大學就一定係最好，亦都唔會話有一個課程讀完之後咧一定係最好會揾到工。好多年之前或者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都會相信工商管理好啊，讀金融財務好啊，鐵飯碗。做銀行工實唔會死咁，但係即係你哋最近1-2日都睇到新聞啦，恒生銀行都會裁員1000幾人，係咪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香港或者呢個世界喺今時今日唔會再會有一個大學或者某一個課程咧，係讀完之後一生都無憂，係唔會再需要擔心嘅。咁相反咧，即係我會覺得每一個人，你哋在座嘅每一位同學，你哋每一位都係獨特嘅。你哋每一個人裏邊，心裏邊都有你哋自己嘅強項，你哋嘅能力同興趣，好重要嘅一樣嘢。認識清楚自己啦，喺你哋嘅能力同興趣底下咧，揀一個合適嘅課程俾自己係好重要嘅。咁呢一個係我信念1想喺呢一度咧一開始同大家咧係交代嘅。信念2咧就係喺今日咧呢一個分享裏邊咧，其實我想交代嘅一樣嘢好簡單。就係呢一個雙學位嘅課程咧，你讀完之後呢一個5年嘅課程咧，係能夠獲得2個學位、3個資歷。呢2個學位分別係如同左上角就係一個理學士嘅學位，係綜合環境管理呢一個學位所帶嚟嘅一個資歷。第2個學位亦都帶來第2個資歷嘅就係右下角教育學士科學。呢一個教育學士嘅學位以及帶嚟嘅資歷啦，
而第三個與此同時係我哋香港教育大學，我哋係香港唯一一間大專院校係以培育教師為使命嘅大學。我哋咧呢個課程讀完之後，亦都包含咗師資培訓嘅課程。你會攞到第三個資歷就係 PGDE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所以你將來畢業，只要你能夠順利畢業，就能夠獲取到一個專業資格去做為教育局咧申請一個註冊老師嘅身份，而唔需要再讀 PGDE 啦。所以喺5年裏邊咧，你能夠係獲取到2個學歷。兩個資兩個學位，3個嘅資歷嘅。咁啊，一般嘅學位我哋都知道啦。如果係一般嘅學位就讀4年，你會獲取到1個學位。咁咧，你可以想象就係你付出多1年嘅時間，5年時間，你就會攞到2個學位，而且亦都包含咗師資培訓嘅資歷，所以就有3個資歷啦。咁啊，你會唔會係好擔心就係會讀多咗好多嘢咧？咁又應該又唔會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咧喺呢5年裏邊咧，都係讀156個學分嘅。咁156個學分係大約點咧？咁咧就好似一間便利店咁啊，有個名就71係嘛？咁啊，71個學分裏邊咧，就係讀完之後咧就會攞到2個學位啦嚇。咁啊，大約係3個學分一科啊，一科3個學分。咁啊，71個學分咧，即係大約讀10零科啦。咁咧10零科裏邊咧，10多個學科裏邊咧，你就會係學習到綜合環境管理相關嘅知識啦。科學教育裏邊相關嘅知識啦，咁咧就會攞到呢2個學位啦。咁以往嚟講咧，就一個主修大約係讀33個學分嘅。咁咧，剩翻嗰20多個學分咧，就任由學生自己去選擇咧，就讀一啲自選嘅選修科。咁啊，學生咧就當然有一個優點就好自由啦嚇，可以讀下啲特殊教育需要嘅科目又得嚇，可以讀下啲教育心理學嘅又得，讀下數學嘅又得，讀下電腦又得，讀下咧一啲體育嘅又得。咁但係咧，同學有陣時咧就會有2個反應喎。第一個咧就選擇困難症。有學分俾我揀嘅時候咧，都唔知點選擇，究竟選擇乜嘢選修科會對我將來好咧？咁啊，選擇困難症啦。第二個咧就係選擇完之後，讀完10多個自選嘅科目之後咧，就冇一個特嘅資歷可以攞到，譬如副修啦，或者主修第2個主修啦咁。咁所以咧，我哋同樣都係156個學分，但係而家咧，我哋就將原本係學生任由自己選擇嗰20多個學分咧，都幫佢編排好，就讓同學咧喺71個學分裏邊咧讀完咧就攞到2個學位啦。咁我哋咧亦都會有 educational studies 教育啦。咁啊，因為我哋都會包含咗師資培訓嘅元素，咁所以當中咧亦都會有30個學分就係同教育相關教學法啦、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習啦。教育心理學嘅學習啦，運用評估喺學習當中啦，等等啦，咁我哋亦都會係安排同學咧去實習，full experience 咧就學校體驗嘅課程啦。我哋會安排同學喺3年班嘅下學期咧會實習1次，5年班嘅上學期咧又會實習第2次，每一次實習都會8星期，而且我哋會安排同學去1次小學實習，亦都會去中學第2次咧實習。去小學先定中學先咧，就由同學自己選擇啦。咁啊，以至到同學咧喺畢業嘅時候咧，佢可以註冊成為小學嘅科學老師有得，佢可以註冊成為中學嘅科學老師，以至到化學老師或者生物老師都得。咁咧喺呢一度亦都可以講咧，就係在座嘅同學可能喺小學嘅時候咧，你哋係讀常識係咪啊？應該都係讀常識啦。咁咧，我哋由9月開始咧，就開始常識科會逐漸就會變成歷史啦。因為如果大家都有留意新聞咧，常識科就會分拆成為小學嘅科學科，以及咧小學嘅人文學科。咁所以嚟緊嘅9月咧，就會先由小1、小4開始，然後逐步咧小1、小2、小4、小5，以至到最後咧小1至小6整個嘅6年裏邊咧，都唔會再有常識，而係以小學科學同埋小學人文學科咧為主啦。咁呢一個轉變咧，帶嚟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喎。香港咧有超過400間，接近500間小學，每一間小學都因為咁樣咧，人手編制上邊咧係對科學老師
科學科嘅科主任，以至到科學教育領域嘅統籌主任 KLA Coordinator 咧，因應而增加咗。呢一個係每間學校裏邊嘅人手編制咧，都因為呢個科目嘅轉變而轉變咗，增加咗。咁所以咧，對於係小學嘅科學教育，特別咧係老師嘅需求咧，係增加咗呢個機遇嘅。咁喺呢一個人口下降嘅同時，有呢個機遇其實係好難得嘅。咁啊，而家嘅小學嘅常識科根據市場嘅調查咧，有少於1/3嚇，即係超過2/3嘅現職嘅常識科老師咧，係文科或者係人文科學出身嘅，即係譬如係歷史啦、地理啦、經濟啦咁。而科學背景現職嘅常識科老師咧，係少過1/3嘅。咁所以現職嘅常識科老師咧，係未能夠足以咧係完全係對應翻小學科學科嗰個老師嘅需求嘅。咁所以喺小學科學嗰個嘅需求嘅老師咧，其實嚟緊咧係都係好殷切嘅。咁所以喺就業方面，小學嘅科學教育領域呢一個範疇底下咧，其實係好需要有心嘅同學。如果你係想從事教育事業咧，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嚟嘅，亦都係好需要係人才。咁當然中學我哋亦都會知道係中1至中3需要科學老師啦，而中4、中5、中6就會有化學或者生物或者物理。咁喺嚟緊9月入學嘅咧，就會係主修化學啦。再嚟緊嘅學年26、27年開始咧，我哋就會主修生物同埋化學，我哋都會咧係吸納同學啊。你哋如果報名嘅話咧，都可以入到嚟。係報讀，然後咧去到你哋讀書嘅時候咧，先至再挑選究竟我想成為一個化學老師定生物老師咧咁樣嘅。咁咧呢一個實習嘅要求係令到同學咧可以去小學實習一次，中學實習一次，係能夠讓到你畢業嘅時候咧可以向教育局咧申請註冊成為小學嘅老師又得，中學嘅老師亦都得嘅。咁啊，當中我哋亦都會有語文嘅培養啦，亦都會安排同學喺最後一年做一啲最後一年嘅係研究探究啦，係 final year project 啦咁。你好請坐啊。咁我哋而家咧即係留意新聞嘅話咧，好少咧已經係一啲可以係單從係物理或者化學或者單從係生物解決到嘅科學嘅問題。我哋成日講碳中和啦，減少碳排放啦，多啲係利用一啲可再生嘅能源啦，環境嘅議題咧，我哋已經好少再會留意到係可以單一由物理或者化學或者生物咧就解決到。相反，環境同我哋係日常息息相關，我哋身處嘅就係一個環境啦。咁而環境好多時候都係跨學科嘅。所以喺21世紀咧，其實我同我嘅同事都好明白到，要再灌輸學生科學嘅知識，培養大家科學嘅素養咧，唔能夠再好似以往咁4年都係讀生物，或者4年都係讀化學。呢一個未必係一個最好嘅方法，讓到我哋嘅同學咧係明白到科學嘅本質。因為呢一個單一以一個學科去明白科學係比較片面，而喺今時今日呢個21世紀，我哋聯合國都講緊17個可持續發展嘅目標，係需要我哋以一個跨學科嘅視野同能力去理解科學同我哋嘅關係。咁所以我哋咧就係以綜合環境管理呢個形式，去讓同學明白到學習到科學教育呢一回事。咁所以咧，點解我哋咧會喺呢個雙學位嘅課程裏邊有一個綜合環境管理嘅部分咧，就係呢個原因啦。咁我諗呢度大家都會明白到嘅。咁喺就業方面咧，其實係好充滿住前景嘅。咁我哋如果係大家有去旅行嘅話咧，而家香港國際機場有幾多條跑道啊？舉起你嘅手指，3條喎，係啦，有啲同學咧已經做咗個手勢嚇。咁咧呢個第3跑道咧，大家有冇印象係幾時開始去提出啊？係2008年，2008年嘅時候正式咧開始提出咧，係話香港國際機場咧希望能夠興建第3條跑道。喺去年2024年咧，第3條跑道正式可以係運作啦。而且喺運作之前咧，仲喺第3條跑道咧3跑道系統底下咧，就搞咗個10公里嘅公開長跑比賽添，喺機場嗰度。由08年到25年，講咗10幾年時間咧，起一條第3條跑道。
咁如果咧你再諗下，香港咧啱啱今年即係24年嘅3月咧，特首宣布咗施政報告，佢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咧，就係北都會。都會片區開發咧，將會係嚟緊香港30年咧嘅發展嘅藍圖嚟嘅。咁北都會三大片區呢個嘅範圍啊，比起香港國際機場嘅第3條跑道嗰個範圍係相差好多倍。咁你可以想象就係香港國際機場第3條跑道由08年到24年16年嘅期間，由講到真係運作都要用咗16年。咁跑道以至到而家我哋講緊嚟緊30年嘅北都會嘅發展咧，其實呢個係對環境評估啦、環境保育啦等等呢個專才咧，其實係需要好多嘅人才嘅。咁所以咧，即係可以咁講，青少年由而家開始讀環境相關嘅課程，到佢60歲畢業，呢個北都會發展呢一個藍圖呢個中軸咧，都足以令到呢個青少年到佢60歲退休嘅時候咧，都應該係夠做啊！應該咧係呢個人才係好需要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綜合環境管理上邊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咧係需要嘅人才係好多，咁亦都係好需要呢一方面嘅培育。咁所以唔單止我哋大學㗎，其實香港科技大學咧都開始喺下學年咧就住環境管理啦開展咗一個新嘅係雙學位嘅課程。咁所以我哋都睇得到香港大專院校對於環境教育嘅專才嘅培育咧係充滿住一個前景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我哋睇到啦頭先正如我所講環境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平台去學習科學。咁所以你會見到綜合環境管理嘅部分咧，裏邊嘅學科譬如有生物相關嘅生態學啦，亦都會牽涉到一啲係基礎統計數學嘅科目啦，亦都譬如牽涉到一啲分析化學嘅部分啦。咁更加咧，亦都會係牽涉到環境評估啦咁咧，你會見到我哋綜合環境管理咧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去到將生物化學、物理，以至到數學統計等等我哋科學相關嘅嘢咧，係融合埋一齊，用一個咧係新嘅方式咧嚟到去學習，而唔係再用傳統嘅方式4年就讀生物或者係化學啦。咁當中咧，我哋亦都會安排同學咧會做工作上嘅實習喎。咁所以咧，其實喺讀呢個課程裏邊5年咧都幾充實㗎。3年班我哋會去小學或者中學實習一次，4年班嘅暑假咧又會去環境相關嘅機構咧實習一次，到5年班嘅上學期咧又會去中學或者小學咧實習再一次。咁咧其實咧即係我哋背後咧都明白到，如果我哋唔真係去實踐去落實過去試過，你又點知道自己嘅能力同興趣咧？咁所以喺我哋嘅課程裏邊咧，其實都會提供啲學生咧有充足嘅機會咧去實踐，佢真係去試過，先至知道自己適唔適合做小學老師或者中學老師，或者我唔適合做老師住，而係咧從事環境相關嘅工作。甚至乎我哋有同學咧會將呢兩樣嘢融合埋一齊喎。咁而家咧好多嘅中學、小學咧都會喺其他學習經歷裏邊咧安排一啲即係戶外考察有質素嘅學習嘅活動嘅。咁我哋有畢業生咧係從事呢一類嘅工作，自己成立公司，然後咧就為中學、小學咧去到籌辦呢啲其他學習經歷日嘅學習活動。咁以至到大家睇新聞都會留意到好多特別係內地人啦近啲啊嘛，特別都係山長水遠嚟到香港去睇下萬宜水庫嘅東壩，睇下啲岩石啦，睇下環境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其實如果我哋有教育相關嘅背景，然後咧去做一啲高質素嘅導賞，其實咧係呢個係好大嘅機遇嚟嘅。咁所以環境教育咧都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去海洋公園或者迪士尼去做一啲導賞啦，或者餵下海豚啊、餵下海獅咁唔係呢純粹呢啲工作噶啦。今時今日其實讀完環境咧，即係能夠從事環境相關嘅工作係好闊嘅咁呢一個即係咁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呢個雙學位啊嘛，雙學位嘅課程咧，亦都會伴隨住另外一個教育學士嘅學位。咁正如頭先有家長都問到，中4、中5、中6會分開做化學
物理、生物。咁我哋咧嚟緊9月入學嘅咧就化學為主，再之後咧就會化學同生物都會開啦。咁裏邊咧就會培養同學對化學嘅認識啦，以至到生物嘅認識啦。咁將來咧唔單止可以從事高年班化學或者生物科嘅老師，更加能夠綽綽有餘咧係勝任到係任教係小學科嘅科學，以至到咧係初中嘅科學。其實出邊咧有部電視不斷喺度播緊，其中咧都有啲畢業生嘅分享。我哋有畢業生咧已經畢業，雖然呢個雙學位課程嚟緊9月係新嘅課程，因為將兩樣嘢放埋一起，然後以一個雙學位嘅形式咧，係下年9月第一次去做。但係雙學位裏邊嘅2個學位，其實咧已經係有畢業生畢咗業好多年㗎啦。如果係教育學士科學呢個課程咧，我哋喺2021年好好記嘅，2021年就已經有第1屆嘅畢業生。而家咧即將會有第5屆嘅畢業生畢業。我哋第1屆嘅畢業生畢業已經係開始教緊第5年書啦，已經有啲同學咧係做咗科主任添。想當年咧，我哋第2屆嘅畢業生有一位叫做黃嘉怡同學啊。佢畢咗業之後咧，唔去中學度教，反而咧就去咗小學裏邊咧就做即係常識科嘅老師做咗 STEM 嘅統籌。咁今日咧，佢亦都係去咗一間即係好出名嘅小學裏邊咧，做咗一個科學科嘅老師。有興趣咧都可以睇翻我哋網頁或者咧睇我哋電視嘅一啲分享咧，其實都睇到我哋好多唔同嘅畢業生喺我哋教學嘅事業裏邊咧，係好開心地咧可以係將佢對教育嘅熱誠係真係實踐到出嚟，呢個係好開心嘅事嚟嘅。我哋頭先亦都講過啦，我哋好着重係培養同學實戰嘅經驗啦。我哋咧係我哋唔係採取一個4+1嘅模式，讀4年書，然後1年咧，最後嗰年咧就同啲所謂 PGDE 現職嘅老師夾埋一齊嚟上堂，跟住咧就頒個雙學位嘅課程。香港有一間大學香港嘅大學咧有一間咧係咁樣嘅模式去營運嘅。我哋咧香港教育大學就有啲唔同，正如我所講，每一間大學都有唔同嘅特色。我哋嘅特色係在於教育，我哋由1年班開始就已經將教育嘅元素滲入喺每一科當中，整個校園嘅氛圍咧都以教育為主，因為香港教育大學係香港唯一一間大專院校以培育老師為使命嘅大學。而我每一日嘅工作，我喺心裏邊都會記得，培育今日嘅學生會成就明日嘅良師。今日我哋邀請到一位良師咧翻嚟分享，佢係我哋嘅畢業生。一陣大家可以聽下佢嘅分享喎。當中咧我哋會安排同學去實習，希望同學咧喺小學、中學以至到環境相關嘅機構裏邊親身去實習，獲得工作機會，讓自己更加明白自己嘅長處，喺將來係有所實踐出嚟。呢個係我哋嘅抱負嚟嘅。我哋亦都有同學咧係選擇唔去做老師，而係從事科研。我哋嘅第1屆嘅畢業生咧，有一個同學咧係畢咗業之後咧，係去到香港科技大學係讀 MPhil 研究式嘅碩士並唔係坐喺度交學費上堂，然後攞到個碩士畢業嗰一種 talks program， 而係真係咧係獲取到係獎學金，係政府全額嘅資助，係攞到獎學金咧，係去到科技大學裏邊讀一個研究式嘅碩士，係研究係生物醫學 biomedical， 而且佢已經畢咗業，現在已經喺外國讀緊 PhD 啦。咁呢一位賴同學咧即將會成為賴博士啦。佢咧係想當年嘅時候咧，喺讀書嘅時候係好清楚自己係想從事科學嘅研究，所以喺佢讀書嘅時候咧，佢每一個暑假都唔去玩，而係跟從我哋其中一位老師咧，係做 summer research。喺畢業之後咧，佢成功攞到獎學金咧，係去到科技大學讀 MPhil。而家更加攞到獎學金咧，已經係去咗外國咧，係讀 PhD 啦。咁所以咧，呢一個亦都係再一次印證我哋嘅課程譬如我哋嘅 Honours Project 或者係 Capstone Project， 其實係有助同學咧係摸索自己嘅路向，從而咧係喺將來升學或者就業上面咧係有一個更明確嘅目標嘅。咁我哋嘅課程亦都唔係話我哋自己話得就得。我哋嘅畢業生亦都有其他嘅院校係認同咗佢哋喺科學上面嘅知識係豐富，係能夠勝任到係讀係研究式嘅碩士嘅。咁呢個係好難能可貴嘅。
咁啊，在座嘅同學，我諗有中四，有中五。咁我諗首先第一樣嘢，當然要喺中英數公社攞到332A呢個基本入大學嘅要求啦。咁然後因為將來你哋如果就讀呢個雙學位嘅課程咧，都會係為人師表喎。咁所以咧，即係理科嘅科目，譬如有生物、化學或者物理或者相關係理科嘅科目咧，我哋都希望同學咧攞到一個4級Level 4呢個成績，而另外一個選修科咧攞到 Level 2。咁呢一個咧係對我哋中學生咧成績入學嗰個嘅基本要求啦。咁啊，再具體啲，如果5星星咧，我哋就會轉變成為7分，5星就係6分。5、4、3、2、1就如此類推啦。咁啊，即係如果大家攞到喺 DSE 裏邊攞到19分或以上咧，應該都可以入讀到我哋嘅呢個雙學位課程嘅。咁當中咧，我哋譬如係化學啦，因為嚟緊9月化學係主修，所以我哋加權咧就會乘 1.5。咁啊，如果大家係中4或者中5咧，即係你哋係講緊26、27學年，甚至27、28學年咧，先至報大學。咁順利嘅話咧，應該我哋當其時咧已經係會主修生物同化學都會同期開辦，咁相應嚟講，生物同埋化學都會乘 1.5 啦。咁其他嘅理科嘅科目，譬如數學啦，譬如物理啦，以至到地理，因為都同我哋科系有關，咁所以都會有唔同加權嘅倍數。攞到譬如係 Level 5，我哋就會5乘 1.3，或者5乘 1.2，或者5乘 1.1咁樣啦。咁大約19分或以上，應該都能夠入讀到嘅，理論上。咁不過每年競爭嘅人都唔同咁所以又唔能夠一概而論啦。咁如果有同學咧，即係中4、中5有參加一啲比賽，譬如香港嘅比賽，以至到大灣區，甚至係海外，譬如澳洲奧林匹克譬如係物理科嘅奧林匹克比賽化學科澳洲嘅奧林匹克嘅測驗而攞到一啲成績，咁都可以咧考慮係透過自我推薦計劃 self-nomination 咧嚟到去報讀我哋嘅課程，而獲取一個面試嘅機會，甚至咧係優先被取錄嘅機會嘅。咁所以咧，即係同學咧，即係都唔好淨係死讀書，多啲咧就去參加一啲即係其他學習嘅經歷，譬如參加下一啲比賽咁我哋咧都會係考慮嘅。因為冇中六嘅同學啦，咁所以可能就未必啱。呢個 deadline 未必對於你哋好重要啦。咁但係重要嘅咧，就係將來如果對我哋嘅課程係有興趣咧，都記得希望可以將呢個課程放喺大家大學聯招選科嗰度咧嘅 Band A，即係頭3個志願。咁因為我哋咧會一定咧會挑選 Band A 嘅同學咧嚟到去入學面試嘅，而我哋咧一定係會入學面試係我哋取錄嘅其中一個條件之一。我哋都想咧係睇下個同學。我哋都想觀察下個同學，最少都讓我認識下各位，究竟你哋適唔適合做老師㗎？會唔會染晒啲頭髮？又或者一入嚟間房就已經聞到，咦？點解有啲煙味嘅？咁咧有啲即係唔係好適合做老師嘅咧？我哋有陣時喺面試上面咧，都真係要篩選嘅。教師咧唔係一份工作嚟㗎，教師其實係一份使命嚟㗎。我哋都好希望咧，我哋能夠挑選到合適嘅人。去完成呢份使命，呢一個係使命。做老師嘅就會知道，我哋會返工，我哋會放學，但係冇放工嘅。等於琴晚有個同學話俾我聽，去實習遇到啲挫折，我想死啊！老師，我而家搞唔掂，唔通我同佢講，喂，我而家11點幾我要瞓覺，聽日辦公時間你先再搵我。咁真係死咗啦咁即刻梗係打電話去咩事？實習遇到乜嘢困難、咩挫折咁大件事做咩事所以我哋做老師咧，有返工，有放學，但係冇放工。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呢個係使命嚟㗎。你真係想做老師，先至好做老師。咁但係好好咧，呢個雙學位課程，如果你唔做老師，咪從事環境相關嘅工作咯。咁多咗一個出路啦。咁即係在座唔知有冇 non-JUPAS 嘅同學啦。咁如果係讀緊副學士或者係高級文憑咧，我哋都會可以從 non-JUPAS 嘅形式去考慮我哋嘅課程。咁呢啲資料喺網上面都有，就唔詳細講啦。
咁最後咧，即係我都想邀請我哋嘅畢業生做分享咧，我都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個好令人鼓舞嘅一件事。咁我哋正如我哋所講啦，我哋呢個雙學位課程嘅2個學位咧，並唔係新嘢㗎啦，其實已經有畢業生㗎啦。咁喺過去嘅2年3年咧，我哋嘅就業率都超過90%嘅。而我哋嘅畢業生咧，畢業咧都唔係話從事係助理老師或者副教師呢啲即係職業嘅，我哋都可以從畢業生話翻俾我哋聽，佢哋嘅月薪咧上邊咧可以估計得到，其實大部分咧佢哋都係能夠從事到學位老師呢個職位。咁我哋嘅平均月薪嘅大約係33,000多元，呢個係事實而唔係我講出嚟嘅。咁正如我所講，香港有8大專院校，咁最高月薪嘅咧係一間香港嘅8年老校。咁嗰間香港嘅8年老校有醫學院、有法律學院佢哋嘅畢業生有從事律師、有從事醫生、有從事護士。佢哋嘅畢業生，佢哋嘅月薪中位數係排第1，而香港月薪中位數排第2嘅大學咧係我哋香港教育大學。咁呢一個咧並唔係話以錢嚟衡量。而係我哋好鼓舞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嘅畢業生超過90%都能夠就業，而且係能夠從事學位老師，去將佢哋讀完5年對教育所裝備到嘅知識同能力，喺佢哋嘅工作上面咧能夠實踐到出嚟。呢一樣嘢係好難能可貴嘅，能夠讀到自己想讀嘅書，然後喺畢業之後能夠做到自己想做嘅工作，而且呢份工作係對社會、對下一代係充滿住意義。呢個係好難能可貴嘅一件事嚟，我哋做老師最想見到嘅都係呢樣嘢啦，咁係好感恩嘅一件事。咁所以咧，即係都好係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呢一位啦，係我哋第2屆嘅畢業生陳同學。咁我打佢張相出嚟有2個原因。第一，因為去到我嘅母校李明才中學嗰度實習，好感覺好特別嘅一件事。我嘅中學。我喺呢間中學度讀書，而我而家做咗老師嘅老師，而我嘅實習嘅學生竟然去翻我嘅母校度實習，係一件好特別嘅事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呢位畢業生咧喺畢業嘅時候咧，佢讀咗5年書，喺臨別嘅時候咧，同我講多謝，同埋第2句說話就係對唔住喎。咁畢業都講對唔住咩事咧？咁想當時咧，佢咧就成日都請假。實習咧，即係亦都表現得普普通通。咁佢同我講對唔住係咩原因咧？就係原來佢喺5年嘅大學生活裏邊咧，其實佢係香港花樣滑冰嘅運動員嚟㗎。佢上晝上堂，夜晚傍晚上堂，中午嘅時間佢係會用呢段時間咧，係去到西九龍嘅一個商場嗰個冰場嗰度咧，係教溜冰班去賺錢，從而令到佢咧可以係支持到自己咧搭飛機去外國。去代表香港咧，係參加花樣滑冰嘅運動。咁大家都知道咧，香港花樣滑冰並唔係啲乜嘢達標嘅運動嘅項目，係得唔到資助嘅。但係呢位同學繼續咧係堅持住自己嗰個信念。咁我一路都唔知嘅，係去到畢業嘅時候咧，佢講呢句對唔住，我問翻佢嘅原因咧，我先至知道背後嘅原因。咁係而家呢位同學咧，陳同學咧，已經係做緊物理科嘅老師同埋科主任。佢喺梁銶琚中學裏邊咧係教緊物理，咁係即係我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嚇。咁中間咧亦都即係當然呢啲唔係 model 嚟㗎，係真嘅，係我哋嘅畢業生嚟嘅。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有同學啦喺我哋在學嘅期間，珍惜每一個暑假去做科學嘅研究，以至到佢畢業嘅時候去到科技大學去讀 MPhil， 而家已經係讀 PhD 啦。呢位就係我口中裏邊所講嗰位博士生啦。咁我哋亦都會帶領同學去到本地，以至到海外，真係去做環境相關嘅活動。你哋可以話去玩，但係我哋玩得嚟咧，都係學習緊環境嘅。咁呢啲相片咧，都唔係話我哋啲 model，全部都係真即係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既然有攝影師喺度咧，咁我又即係邀請我哋嘅畢業生喎。咁我叫 Jacqueline 啦。咁咧，我依家係現職嘅化學科老師，同時都係科大嘅學生。咁咧，我係教大咧2022年畢業嘅。咁嗰陣時咧，我就淨係得 BS Science 啦。咁我就 double major biology 同埋 chemistry 嘅。咁我依家就做化學科老師啦，就冇揀到做 bio 老師。咁俾張相你哋睇咧。
都係想證實咧，雖然做老師咧都係一個責任重大嘅工作啦，但係經歷咗3-4年之後，我個樣應該唔算變得太犀利，係咪？都仲叫做 keep 到 OK 好，係咪？好啦，嚟啦，咁好開心喺度見到大家啦，咁我都好耐冇翻嚟教大啦。咁我唔想好似 Doctor Chan 咁係淨係介紹俾你哋聽啦，我想問你哋啲問題，點解你哋會喺度嘅今日？係咪係老師帶隊我被逼過嚟聽嘅？定係你自己 OK？我係真係想了解下呢一科咧，可唔可以問下你哋啊？有啲中四、中五，有冇中六嘅同學仔㗎？中六嘅係咯，點解會喺度嘅？想了解多啲教大，咁有冇人係諗住？我既然讀呢一科，我係為咗想做老師㗎。依家大家 double degree 啦，將佢分開咗兩樣嘢嚟講。第一個係 Bachelor of Education in Science 啦，咁嚟緊呢一年啦就係 Chemistry 做 major 啦。咁如果可能 for 中四、中五嘅學生，大家以後可以自己揀想讀啲咩。咁如果你係為咗 B.Ed 而想報呢一科嘅，有冇人舉一舉手啊？有諗住做老師嘅舉一舉手啊！得一兩個咁少，咁其他人嚟做咩㗎？好啦，咁不如咁樣啦。嗱，啱先有同學舉咗手嘅，想做老師，點解想做老師啊？又問下你哋啊。或者我見到有啲家長喺度啦，都想幫小朋友了解下未來嘅職業啦。咁點解會想小朋友做老師，或者點解小朋友會同你講過話我想做老師啊咁樣嘅？係，多謝你。即係我嚟係內地公立科，OK。非常之聽到陳博士一直話，我自己本人咧，基本上本嚟我就覺得着教育已經講唔多，但係我聽完陳博士講嘢，我自己都真係有感觸。我自己係一個內地嘅老師，我家姐好似話歷史嘅，都從教咗20幾年。所以我覺得對於我作為母親同埋一個職業者嚟講，我覺得教師特別。對於女生嚟講，係一個比較好嘅職業咯。我問到我女，因為我女今年高考，我哋內地放假嘅時間非常之少，所以我哋兩個作為父母就過嚟了解呢間大學嘅一啲情況，然之後都去轉達俾我女聽。希望佢高考完咗之後，我都可以帶佢嚟參加參觀呢個學校。明白，多謝晒。係。係咯，我提到，即係其實真係好辛苦。特別係一啲老師。其實唔係全部老師都係好辛苦嘅，但係一啲科真係好辛苦，而且唔同階段嘅老師，例如小學、中學同埋我哋嘅高中，高中係最辛苦嘅，壓力係最大嘅。所以我覺得陳博士講得啱，你要根據自己嘅興趣去選擇你選擇嘅科目。教你選嘅科目其實對你嘅人生有非常大嘅影響，一定係選擇自己中意嘅學嘅，選擇自己中意嘅職業。我自己係呢個職業嘅，我自己其實好提議我女學呢個行業。但係我女咧就比較佢同我講咗一樣嘢，我以後嘅職業幾多年，我會覺得好悶。其實因為我特殊，我哋係政治教育，所以我政治同歷史都可以教。但係如果佢揀咗專門嘅一科，佢真係政治教育一科，我哋係少變嘅。即係你係專業嘅人，你就教專業嘅科。咁所以覺得我幾十年都教一科，我都唔到喎。但係咧好多年前，我哋交流，我哋嚟過香港嘅學校，當時我去到成中學，係咪有啲乜？我哋去交流，咁然之後咧，我就深入去體驗咗佢哋嘅課堂同埋老師嘅工作。當時我哋自己喺國內上課咧，我哋一個星期嘅12至16節，封頂就係10節。但係你要諗下，5日我哋上16節課，其實每日調咗落嚟，我哋可能係3至4節嘅啫，或者5節，封頂係10節。但係我去香港城中學嘅時候，我發覺香港老師真係好全能啊！佢哋上課其實上到3點鐘就落堂㗎啦，但係我哋去睇每一個老師，基本上佢哋身上擔嗰個係4-5科嘅。例如係家政啊，即係好似全能嘅。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啱我女啊，因為我話俾我女聽，原來喺香港做老師唔係淨係教一科喎，你可以教好多科。而且我女咧，相對嚟講，我哋內地會比較少。我女學好多嘢，佢書法、舞蹈、寫字、科技量，佢都基本上佢會全面會接觸，其他嘅啲都唔錯。所以我覺得呢
呢種情況下會有利於佢喺香港從事教學，因為佢可以教學生更多唔同嘅嘢。好多謝家長。好，咁我都我對教育感興趣，亦都希望你哋以後能夠投身，當然大前提就係我唔得講，亦因為你哋嘅興趣性格選擇呢個係我嘅興趣。多謝呢位家長同呢位同工啊。咁我其實咧想問大家點解做老師咧？其實啱先家長都有提到一樣嘢嘅，首先就係嗱好現實咁去講嘅，就係咧，sorry 啊。第一樣嘢啦，咁呢個咧係我喺學校嘅一啲相啦，大家可以見到咧，左下角呢幅圖咧，其實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咧就係我哋跳舞比賽，呢三位係老師，下面三位係學生嚟嘅。咁咧講起跳舞比賽咧，我要講下啦。咁我喺 AU 嘅時候係玩 dance 嘅，咁我頭2年咧都係跳舞嘅。咁我又以為，咁我入咗去做老師之後，我係咪就會冇咗呢項興趣咧？咁又唔係喎，因為我有好多機會可以同學生一齊參加一啲表演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對於我嚟講係可以維持到自己興趣啦，同埋都係一個 community building 嚟嘅。OK， 同學生嘅關係啦，同同事嘅關係啦，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啦。相信咁多位坐喺度嘅同學仔一定會同某幾個老師 friend 啲嘅，係咪？咁同嗰幾個老師 friend 啲嗰啲，你都會話哇，咁我認真啲上你啲堂啦，係咪先？咁其實我覺得 community building 呢樣嘢就好重要啦。咁另外啦，第二樣嘢啦，我話 impact on students 即係點樣咧？其實講翻做老師嘅重點，傳道授業係咪？我哋除咗教導你哋知識，我哋想你哋 camp 可以攞5星星啊！除咗你哋化學科成績好之餘，我哋都想有啲我哋自己嘅人生 idea 可以傳達到俾你哋。咁呢個咧就係我依家做緊嘅一間中學嘅今年嘅 DSE 畢業生啦。咁佢哋全部都有讀 chemistry 嘅。好，咁上面呢個咧，我話點解要做老師？對於我嚟講咧，係個 lifelong growth 嚟嘅。咁點解係 lifelong growth 咧？其實咧，我依家做緊呢間直資學校咧，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咁包括咧，我哋咧，呢個係我4月份嘅時候帶咗隊咧，帶咗2個中4嘅學生去咗泰國去參加一個 science fair 嘅比賽。咁樣咧，我哋嘅 project 係做啲乜嘢咧？係做啲連我大學嘅時候都唔會讀嘅嘢。我哋係點樣去靠一隻 chemical 叫做 sodium alginate 啦，去製造出可以食嘅 plastic。OK， 100% biodegradable。咁咧呢個嘅研究其實我都唔識嘅喎，好老實講。但係我要帶隊出去比賽嘅時候，我哋都要同學生一齊學習。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做老師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咯。我哋點樣去教你哋？首先我哋要學咗先，或者我哋點樣可以 present 俾大家睇？我哋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不斷學緊嘢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想做老師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到最後一個原因啊，好現實嘅，大家講出路係咪？大家都會去諗嘅就係我做老師，我要揾錢㗎，係咪先？咁好啦，做老師咧，一定係 low pay 嘅。我哋話咁多個行業裏邊咧，其實教育界咧人工咧係算好穩定之餘係唔差嘅。點解咧？如果你喺度畢業攞咗教師嘅專業，你去做老師咧，我哋政府啦 starting point 係 point 17咧，我根據最新2025今年嘅人工嘅話 point 17咧就會係38,715蚊起薪點。OK， 咁一樣啦，我哋每年都會去增加啦。咁所以其實可能講緊你今年中4嘅話，到你讀咗呢一科畢咗業之後出嚟，可能你人工已經係4萬幾開頭嘅。OK，咁呢個就係做老師嘅一啲原因啦，特別係我去做啦。咁大家可以諗下，你會唔會覺得啊，做老師我嘅目的都係想除咗可以教導學生之餘，有份穩定嘅人工，同埋我都可以將自己嘅理念帶俾下一代啊。好啦，咁啱先問想唔想做老師，得零丁2-3個舉手啦。咁有冇人係為咗呢個環境管理而想讀呢一科咧？有冇人係平時都已經有好多好似好 outdoor 啊，成日都行下山啊，或者見人潛下水啊、落下水啊？有冇覺得啊，我都係想為呢個環境管理出一分力，所以我讀呢一科嘅？你有冇同學仔舉下手？冇係嘛？完全零興趣。咁你哋坐喺度嗰啲係做咩㗎？諗下，點解我今日就係嚟坐一坐聽一聽係咪啊？
咁好啦，咁我又講下啦。咁其實咧，我自己畢業嗰個年代咧，我係冇呢一科，我係冇讀呢一科嘅。但係點解 Doctor Chan 揾咗我咧？就因為呢一科咧，同我依家嘅職業同我依家做緊嘅嘢咧，都息息相關嘅。咁好啦，我分享下，如果大家讀環境管理，可以有啲咩嘢出路啦？第一個咧就係 AFCD，我哋香港嘅漁農署啦。咁如果你出嚟畢業，你唔想做老師嘅話，你可以去做一啲2級農林督察啦。呢啲咧佢嘅人工嘅起始點咧，即係 0.8，即係大概咧係23,585蚊左右。咁當然咧，仲有我哋嘅 WWF 啦，我哋叫做 Worldwide Fund 嘅 Future 嘅 Foundation 啊，咁佢咧都係做一啲環境管理嘅，包括咧依家佢好出名就係香港嘅珊瑚普查咧，其實係經佢哋機構去做嘅。咁另外啦，都有啲政府工嘅，就係我哋嘅環境管理處啦，做環境保護主任咧，你嘅起薪點咧都去到 0.16 36,850蚊㗎啦。咁另外啦，你話喂，我唔想做一啲 NGO， 我唔想做政府工作嘅話，可以有啲咩出路咧？其實香港有好多係可持續發展同埋環境評估嘅一啲公司啦，包括好似啱先 Doctor Chan 有提到嘅，我哋大發展啦，我哋嘅嚟緊會有新田科技城啦，咁呢啲去做嘅嘢都需要好多嘅環境顧問嘅，咁都係另外嘅一條出路嚟嘅。咁好啦，咁點解我會突然之間提到 AFCD 同埋 WWF 咧？咁就要講一樣嘢嘅，就係點解今日我都會以畢業生嘅身份喺度介紹關於環境管理呢一科。就咧，其實我好多謝我喺教大嘅經歷嘅，因為我本身咧我係一個超中意潛水嘅人，咁我都係一個專業嘅 scuba diver 啦。咁好彩地係喺我嘅 Year 3開始啦，咁我哋咧。其實咧，我哋嗰陣時咧，教大係有 diving team 嘅。咁我呢度出嚟嘅全部同學仔咧，其實都係教大嘅。咁咧可以特別講下啦，呢位同學仔啦，呢一位佢咧係讀 Georgia 嘅教育嘅。咁佢依家都係一個小型補習社嘅補習名師啦。咁都可能有人補過佢嘅。咁咧呢一位咧，佢叫 Kevin So， 咁 AUHK 嘅，但係佢就讀 sustainable 嘅。咁佢依家係 WWF 做到幾高級嘅一個工作啦。咁好多關於珊瑚啊、環境保育啊相關嘅都會揾到佢啦。咁咧，我哋呢一 team 人係啲咩嚟嘅咧？咁我哋係即使我哋畢咗業咁多年咧，我哋每年咧香港嘅珊瑚普查咧，我哋都會重新 group 翻埋係一齊去做一啲珊瑚嘅研究。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到要俾咗呢個機會我啦，令我將我自己嘅興趣咧發展成為一個事業啦，同埋學業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啱先我哋講咗，我哋讀呢一科咧係有 honour project 同埋 capstone project 嘅。咁當年好彩啦，我個畢業嘅 project 咧就係做香港嘅海馬研究。咁當然要潛水潛落去啦，去睇下香港有啲咩海馬啦，去揾下佢嘅 population。咁呢一個就係同當年 WWF 啦，同埋海洋公園嘅保育團體去合作嘅。咁到依家都佢哋有出到article 去講香港嘅海馬啦。咁點解我話我會將我嘅學業同我嘅工作 combine 咗咧？就係咧，因為我發現自己好中意讀海洋嘅嘢啦，好中意 environment 嘅嘢啦，咁所以我依家其實都喺科大繼續讀緊書嘅。咁亦好多謝 Doctor Chan 啦，同埋多謝 AU 俾我嘅呢啲咁多唔同嘅學經歷啦，呢啲機會啦，令到我依家都係攞咗 scholarship 喺科大度讀書嘅，係啦。咁咧，另外你話喂，咁啱先我哋話 double degree， 我將兩個 degree combine 翻埋去講，會得到啲乜嘢咧？就係會得到咧，我依家咧喺一間中學做中學老師，但係除咗做中學老師之餘咧，我都希望將我對環境嘅熱愛啦，將我對海洋嘅熱愛咧傳俾我嘅學生。所以我除咗教化學之餘咧，我開咗一科咧就係講關於香港嘅珊瑚保育嘅。咁同時學校都好好啦，俾我喺香港 set 咗個珊瑚缸。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呢啲片咧，就全部都係我同學生喺我哋學校個珊瑚缸裏邊嘅一啲珊瑚做嘅 research 啦。我哋會一齊去揾下例如海水嘅鹽度啊、酸度啊，點樣影響到唔同嘅珊瑚啦。咁呢度裏邊就包括咗好多好化學嘅知識嘅，例如唔同嘅 metal 嘅 concentration 啦。我水裏邊我有冇啲例如
超重嘅nitrate ion 會唔會過多啊？例如我 magnesium ion 會唔會太多啊？咁樣，咁呢啲咧都係一啲結合咗我哋化學啦同埋環境保育嘅一啲成果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了解下，就係咧我哋呢個 program structure 啱先相信 Dr. Chan 都已經有介紹過啦。咁我哋喺呢度畢咗業之後咧，你係可以有2條出路嘅。除咗你話做老師，我都可以 combine，我做老師加埋可能有少少環境嘅教育啦。另外你可以入政府工去做一啲關於環境主任環保嘅議題嘅一啲工作，咁所以咧，我好羨慕大家開始有呢個 course 嘅，因為我嗰陣時讀書嘅時候係點樣咧？我得 BS Science 讀，我雖然 double major 啦，Bio 同 Chem， 但係我自己想做嘅環境管理嘅嘢咧，我係 extra 自己去學嘅，自己去另外去申請啦。咁但係依家就係呢一個 course 已經包埋，大家可以喺呢5年之內去讀到2個學科嘅知識之餘，仲可以攞到個教師牌。因為其實咧，教師呢個牌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攞嘅。有好多人係讀完4年大學啦，我讀1年 PGDE， 但係 PGDE 嘅其實嘅申請嘅成功率咧真係唔多，因為真係好多人爭，每一年收生都好少嘅。咁但係如果你可以順利入咗呢科，你讀完5年之後咧，你就唔需要再特別去考 PGDE 嘅。咁大家出嚟都可以直接做老師噶啦。咁亦因為其實我以前去見工嘅時候，一定會有人問你一個問題，就係大家都係做老師，我點解唔請一個港大嘅，而係要請你一個教大嘅咧？因為一定會有人咁樣問㗎。好多時候大家嘅諗法都係我一定要請3大嘅人，3大可能就叻啲，但係唔係嘅。大家其實到最後你見工睇你 interview 嘅表現，睇你嘅經驗，如果你經驗足夠嘅話，一樣都會有人請你。咁我係好好彩嗰個，當其時咧，我畢業嗰一年咧，我係2月份咧就已經有工㗎啦，就已經攞到 offer 㗎啦，甚至未完成我個 honor project 啦。咁所以都好好彩啦。咁去到我後尾大學畢業啦，我出咗嚟做老師，我再申請 UST， 我想讀我嘅環境管理咧，都係因為見到我大學嘅時候有咁多種唔同嘅經驗啦，有潛水啊，做一啲 marine 嘅 research 啦，一啲環境管理嘅嘢啦，咁所以我都好順利咁攞到 scholar 就入咗科大嘅環境管理嘅課程啦，就係咁樣。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下自己係咪真係想做老師，或者自己有冇興趣去做環境管理相關嘅嘢。咁如果你話呢2個咁啱係我嘅興趣喎，咁大家就真係可以考慮下1年後或者2年後就將呢一科擺喺你哋嘅 JUPAS 嘅 system 入邊啦，就係咁樣。咁我嘅分享就係咁多，